大家好，又係我嗱嗱臨啊！我係一位白宮嘅八卦秘書仔。2026年嘅元旦啱啱過咗，我喺1月2號就要返去白宮上班啊！原本講好咗，應該係1月5號先開工噶嘛，但係老細特離譜，無啦啦取消咗我嘅周末假期，仲要我上網訂埋啲黑色眼罩、手扣、腳鐐，帶晒返嚟返工。吓，老細做乜鬼嘢唔叫佢老婆訂呢啲嘅嘢啊？用另外一個角度諗下，唔通老細想非法綁架某一個人？嗱，我一返到去白宮，老細特離譜就成面春風咁對我講 Happy New Year。你 happy 我咪 happy 咯。做乜鬼嘢啊？佢話我個樣點解咁晦氣嘅？我又唔係嬲你叫我提早返嚟返工，不過我過開嘅中國農曆新年仲未到，所以我咪冇你咁興奮咯。咁特離譜問我哋今年嘅中國新年係幾號啊？老細係喺2月17號啊，今年係馬年。馬年？特離譜突然間露出咗神秘嘅笑容，話既然今年係馬年，咁就要幫隻馬開下年啦。美國喺新年將會有一個特別行動，將會記入史冊。而家我哋就要去騎警訓練場嗰度特訓啊！吓，又特訓，仲要記入埋史冊？邊個史啊？一撇屎個屎啊！嗱，我哋轉眼間就嚟到訓練場，原來係騎馬警察訓練場啊！有好多匹馬喺我哋面前跑嚟跑去。咁老細就問我，佢吩咐我訂嘅黑色眼罩、手扣同埋腳鐐呢？老細喺晒我嘅書包入邊啦。我而家就攞出嚟啦。你用嚟做乜鬼㗎？咁正當我攞呢啲物品出嚟嘅時候，其中有一匹馬突然間行到特離譜嘅面前，係咁叫啊！哇！隻馬發出咗歇斯底里嘅聲音，睇嚟好煩躁喎。佢好似唔係咁中意老細，仲想咬佢啊！哇！特離譜問：究竟呢隻馬叫乜嘢㗎？咁串嘅，食錯藥啊？老細，聽講呢個品種係嚟自委內瑞拉，呢匹馬係叫做杜羅啊！吓，委內瑞拉嘅品種仲要叫埋杜羅？特離譜叫我快啲幫呢匹馬杜羅戴上黑眼罩、手扣同埋腳鐐，要拖返去紐約人道毀滅啊！吓，老細，你咪鬼咁衰啦！呢匹馬根本都冇撞到你，只係廢咗你兩嘢啫。你唔好咁樣對匹馬啦！哼，特離譜話我冇鬼用啊！我唔喐手，佢就親自喐手。佢而家要強行幫杜羅戴上黑眼罩。咁當特離譜再想放腳鐐嘅時候，嗰匹馬杜羅突然間擘大個口，擔起咗特離譜啊！哇！喺千鈞一髮之際，我係咁搲住老細隻手，點知道呢匹馬杜羅已經單槍匹馬咁拖住特離譜一路狂奔。哇！現場一片兵荒馬亂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特離譜大嗌放佢落嚟啊！仲大聲命令我快啲用導彈射低呢匹馬。老細，我要萬無一失喎。咁究竟射人先射馬，定係射馬先射人啊？特離譜話是但啦，佢要同呢匹馬杜羅勢不兩立啊！嗱，特離譜從2025年9月份已經不斷預告，佢會喺幾個月之內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，而馬杜羅亦拒絕咗美國叫佢流亡到土耳其嘅要求。我亦曾經喺視頻講過，究竟2027年有冇馬杜羅呢個人，就要睇下佢過唔過到2026啦。果然2026年一開波，佢就被美爹捉咗。嗱，喺2026年嘅1月3號，喺委內瑞拉嘅首都加拉加斯，總統馬杜羅喺美國嘅午夜軍事行動中被捕。
跟住佢兩公婆就被押上咗美國嘅硫磺島號航空母艦。首先，呢架船係前往美軍喺古巴嘅關塔那摩監獄基地。係啊，美爹絕地制裁咗古巴超過半個世紀，但仲係霸住人哋嘅地方開設監獄啊！咁馬杜羅去到關塔那摩唔係坐監，而係轉坐直升飛機前往美國嘅紐約市接受審判，亦順便俾古巴一啲顏色睇下咁啦。嗱，美爹快馬加鞭，天光之後嘅下午，馬杜羅就到咗紐約啦。咁成個加勒比海同埋大西洋都係美爹嘅絕對勢力範圍，所以特尼普射爆人哋嘅漁船，同埋偷咗人哋180萬桶原油，如入無人之境。而家係冇人會傻更更咁為咗馬杜羅去劫航母同埋軍機㗎，電影情節係唔會出現嘅。咁而成個逮捕情節令人回想翻起2011年嗰個賓賓拉盞燈被發現藏身喺巴基斯坦，咁美爹嘅海豹突擊隊就突擊佢，將佢就地正法。而成個行動，當年奧巴馬、希拉里、拜花登同埋後邊門口嘅布林都喺白宮戰情室睇現場直播。咁今次亦一模一樣，特尼普、克格塞斯、努比奧仲有中央情報局局長一齊約好時間睇 live， 但係後邊竟然用黑布圍咗起身。原來特尼普喺自己佛羅里達州嘅豪宅入邊，並非喺白宮戰情室，而且副總統曼斯都唔在場。咁喺過去2025年1年，佢亦無甚作為。喺馬杜羅被捕之後，曼斯嘅住宅門口嘅玻璃窗被神秘人襲擊。有人認為係啲犯想破窗入去偷曼斯嘅眼線筆啊！我哋從白宮發佈嘅官方照片度睇到，馬杜羅係被戴上咗黑色眼罩同埋耳機，佢連做柯震岳耳聽八方嘅機會都冇。馬杜羅仲着上咗著名嘅美國運動品牌 Nike 一 set 套裝，咁我冇辦法證實到佢係被捕嘅時候着緊呢件衫，定係被捕之後被美軍換上嘅。咁總之呢套灰色 Nike 被捕 look 喺網上人氣急升。咁如果大家想買同款嘅話，記得配翻個眼罩同埋耳機啊吓。自從舊年9月起，委內瑞拉嘅漁船被美爹亂射之後，我一直都有報告委內瑞拉嘅情況。咁馬杜羅被捉嘅主要原因係：第一點，委內瑞拉行有別於美爹嘅政治體系，你唔係盟友，捉。第二點，特尼普要徹底執行統治南北美洲嘅門羅主義，俾美洲國家睇下反美爹嘅下場。你想學古巴唔向美爹屈服？捉。第三點，亦係最大嘅原因，委內瑞拉有全球最大嘅石油蘊藏量，更加要捉。雖然委內瑞拉嘅石油多數係重原油，密度高，比較難提煉，但始終都係有啊嘛。正所謂蘇蘇都係羊肉啦。仲有委內瑞拉嘅天然氣蘊藏量係全球第8，仲有其他嘅礦產物都係戰略資源。網上流傳話因為馬杜羅模仿特尼普跳舞先被捉嘅喎。咁拉丁裔跳舞比特尼普好係肯定嘅，但我好肯定佢被捉100% 係為咗油。特尼普已經講咗啦，美國嘅油公司將會重返委內瑞拉，令到石油再次偉大。而咁啱美爹認為嘅壞人都擁有豐富嘅石油資源，例如委內瑞拉、伊朗、利比亞、科威特，呢啲都係全球排前10嘅石油蘊藏量國家，連排第32位嘅敘利亞都被美爹睇中，話你係衰人啊！全球都知道佢哋偷敘利亞油嘅事實啦。特尼普未話過要將加拿大變成美國嘅第51個州嘅，仲話一定要從丹麥手上攞走格陵蘭。Guess what？ 加拿大、格陵蘭、烏克蘭都有豐富嘅石油蘊藏量啊！大家有冇發現啊？
特尼普嘅第二任係完成佢第一任仲未做完嘅事情。佢喺2018年第一任期間向中國發動咗關稅戰，2025年捲土重來。咁同樣，佢喺第一任最後一年嘅期間，2020年，特尼普懸紅咗1500萬美元通緝馬杜羅。咁到咗特尼普嘅第二任回歸，喺2025年仲係要捉馬杜羅，甚至懸紅5000萬美元啊！哇！但係馬杜羅嘅市值一向只係得嗰200-300萬美元啫噃。咁重賞之下必有叛徒嘅，馬杜羅係一定會被下屬出賣嘅。咁除非馬杜羅自己出翻1億美元懸紅叛徒啦。嗱，過去幾個月以嚟，美國軍方喺委內瑞拉海岸附近集結兵力。加勒比海有美國嘅屬地波多黎各同埋維珍群島，而且都有埋美國基地。美軍喺度切磋禁轉，實在太容易啦。嗱，美爹嘅情報人員一直喺度仔細研究緊馬杜羅嘅衣食住行，了解佢嘅飲食習慣，佢嘅一切，甚至連佢嘅寵物同埋佢所着過嘅衣服細節都要了解清楚。不過我哋好可以肯定，唔係馬杜羅嘅寵物出賣佢嘅吓。嗱，而美爹嘅特種部隊日夜秘密練兵，不斷咁模擬突擊行動。美爹仲實際建造咗一棟同馬杜羅間屋一模一樣嘅屋，甚至使用同樣建築鋼材同埋裝修，而一切嘅嘢都喺2025年12月初就準備就緒啦。原本諗住喺12月底行動，但係因為天氣嘅問題，美軍等待咗4日，直到雲層散去，令到飛行人員有清晰嘅視野，先正式行動。嗱，特尼普喺冇通知美國國會嘅情況之下，喺1月3號晚黑，美爹出動咗約150架飛機，對委內瑞拉嘅北部進行空襲。仲有就係作為捉拿馬杜羅時候嘅空中掩護。其實要出動150架飛機咁花費龐大，係因為每個機種都要出幾架喎，預防任何情況啊。空襲嘅目標基本係天線、現役嘅軍事基地同埋軍用機場。附近嘅居民的確有聽到7聲巨響。嗱，美軍切斷咗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嘅電力，然後用直升飛機運送美國陸軍第一特種部隊 D 作戰分遣隊，俗稱三角洲部隊，到馬杜羅嘅藏身之處，將其捉獲。咁成個過程只係用咗半個鐘頭，然後就將佢兩公婆運送到美國紐約審判。而加拉加斯嘅街上亦空無一人。唉，咁兵荒馬亂，半夜上街做乜鬼啊？嗱，美方話喺行動中冇人身亡，咁應該係指美方冇事。但喺1月6號，委內瑞拉發布突擊當日陣亡23位士兵嘅圖片，所以委內瑞拉係有反抗嘅。起碼馬杜羅老婆嘅額頭、眼角同埋個面珠燈都有明顯嘅傷痕。佢仲傷過佢老公啊！而且美爹仲唔安排女兵押送。嗱，著名嘅海豹突擊隊同埋三角洲部隊有咩分別呢？兩者都係1級特種作戰部隊。海豹就專長喺海上同埋兩棲作戰，咁通常從基層招募新兵，可能因為啲訓練強度太勁啊，需要啲後生仔咯。而三角洲部隊則係招募經驗豐富、有智慧嘅士兵，執行嘅範圍更加廣、更隱密嘅任務，例如反恐同埋人質救援，強調個人適應能力同埋融入環境嘅能力。而三角洲部隊喺全球都執行任務嘅，並非任何特定嘅三角洲。嗱，據聞馬杜羅係被心腹出賣咗藏身之處，無獨有偶。喺2003年，藏身喺伊拉克嘅薩達姆侯賽因被前司機出賣咗侯賽因心腹嘅名，咁美軍再揾到呢位心腹，心腹再出賣咗侯賽因嘅住處。喺2011年，阿富汗嘅賓賓拉贊登亦係被心腹出賣咗，俾美爹嘅情報人員成功鎖定咗一名信使。咁發現呢位信使成日都出入一間3層高、佈滿鐵絲網外牆嘅屋，
而屋入邊嘅人會焚燒用過嘅垃圾，好明顯係不想留下任何痕跡。而且間屋唔裝上網系統，唔上網，咪即係唔想人定到你嘅位置？咁種種跡象確定咗呢個一定係賓賓拉盞登個竇。嗱，呢啲故事嘅教訓就係，你要流亡嘅話，就要自己揸車啦，自己送信啦，唔好養寵物啦，啲垃圾自己可能要食返佢啦，或者親自攞去垃圾站啦。你要做一啲反邏輯嘅行為，保命險中求啊！嗱，其實美爹對上一次正式官方宣戰，竟然係喺二戰期間喎，係喺1941年12月份夏威夷珍珠港被襲之後，美國正式向日本宣戰。喂，唔該嗰隻街市早苗 mark 低啲資料啊吓，美爹對上一次宣戰嘅就係你啊！喺二戰之後，大國介入嘅行動同埋戰爭都會以特別行動啊、維和啊、反恐等等嘅名義進行。嗱，當年嘅韓戰，中國係叫做抗美援朝，中國同埋越南喺1979年嘅戰爭叫做對越自衛反擊戰。咁當年嘅波斯灣戰爭，美爹係叫做沙漠盾牌行動同埋沙漠風暴行動，而俄羅斯打烏克蘭係叫做特別軍事行動，而美爹今次介入委內瑞拉係叫做絕對決心行動。總之大家係唔會用宣戰嘅字眼，咁改返一個好似電影嘅名啦，避免被聯合國話你開戰，而國家嘅最高元首又可以直接落 order， 哇，幾咁爽啊！嗱，當年美爹話侯賽因藏有洗衣粉，世界有好多人都相信㗎。到咗而家，同樣話委內瑞拉販賣洗衣粉，輪到全世界有好多人唔信，證明咗現今互聯網嘅信息威力，同埋結合埋過去10年發生嘅一系列世界大事，令到大家有咗個全新嘅思考角度。大家亦好震驚，眼白白咁睇住件事發生，而且大家亦知道馬杜羅被擒事件遲早都會發生，但係冇人可以改變事情發生嘅軌跡，因為小國嘅命運喺大國手上。但只不過馬杜羅被捉嘅事件，配合埋現今嘅網絡消息，1秒鐘就會令到全球一齊討論，啲信息喺我哋嘅手機嗰度不斷轟炸，所以我哋覺得身臨其境，好震驚啊！喂，其實人類千萬年嚟都喺度執行緊推翻人哋政權嘅事件。人類發展到任何嘅時候都係叢林法則。美爹亦唔係第一次捉人，亦唔係第一次管理人哋嘅國家，其實一向都係咁噶。嗱，特離普話會管理委內瑞拉，直到佢選出新政府為止。你唔俾佢選，佢下次咪都係捉鬼你。有中文媒體話國務卿努比奧將會出任委內瑞拉嘅總督，但喺美國國內係冇呢個新聞嘅。咁我哋就留意事態嘅發展啦。可能佢之後真正嘅 title 係九門提督呢？嗱，從19世紀開始，美爹介入人哋政權更迭同埋選舉係家常便飯。美爹好熱衷於扶植臣服於佢腳板底下嘅人，同埋推翻唔聽佢支笛嘅人。首先喺1846年至到1848年，美墨大戰，美爹攞咗墨西哥55% 嘅土地，例如變成咗而家嘅加州、亞利桑那州等等啦。跟住喺1914年，美爹再次入侵墨西哥，干預墨西哥嘅政權。咁到咗2026年嘅1月4號，特離普又話可能要派兵到墨西哥幫你剿滅毒梟啊！哈，墨西哥人係好愛國嘅，就算喺美國生活嘅墨西哥人都愛國，好自豪自己嘅文化。喺美國嘅西岸，到處都見到墨西哥嘅國旗嘅。墨西哥人只不過係佢哋生活艱難先嚟到美國啫嘛。雖然佢哋唔係好高，但係性格強悍。如果特離普真係要侵入墨西哥，加州首先會亂成一鑊泡，一定有暴亂啊。OK， 我哋返去1893年，美爹推翻咗夏威夷本土君主尼利烏卡拉尼女王。咁之後，夏威夷喺1959年就變成咗美國嘅一個州啦。
喺1899至到1902年，美爹向菲律賓發動咗戰爭，控制咗菲律賓。咁菲律賓現今亦係受到美爹嘅控制。為咗抗中，美軍基地喺菲律賓越起越多，但係一個廣州嘅 GDP 仲高過成個菲律賓啊！咁佢哋中意行啲咩基地路，就俾佢哋自己行啦吓。嗱，喺1903年，美爹為咗控制大西洋同埋太平洋嘅唯一水路通道巴拿馬運河，強制性令到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。咁嚟到咗2025年9月份，聯合國喺紐約年度會議，哥倫比亞總統裴卓一鳴驚人，將美爹同埋魷魚佬從頭鬧到尾。哇！佢咁勇，因為後生嘅時候係游擊隊隊員啊嘛。佢激到特尼普要吊銷佢嘅簽證，而家已經明示哥倫比亞總統將會係下一個推翻嘅目標。特尼普話佢做唔長噶啦。咁既然命運如此，睇嚟而家裴卓要重拾當年游擊隊嘅搏擊技能喎。咁就算哥倫比亞入咗今年世界盃決賽，裴卓都唔會出現喺美國噶啦，可能特尼普搶埋人哋嘅獎盃啊！嗱，喺1903年，美爹為咗維持喺洪都拉斯嘅香蕉貿易壟斷，入侵咗當地，改變咗人哋嘅政權。喺2023年，洪都拉斯同灣灣斷交，改同中國建交。但係而家新選出嚟嘅政府係親台親美派，可能又話變返同灣灣建交喎。哎呀，冇乜所謂啦，成個洪都拉斯連香港嘅1/10嘅 GDP 都冇啊！呢啲小國以為可以左右逢源，其實係俾人玩緊啊！嗱，喺1898年同埋1906至到1909年，美爹曾經2次入侵過古巴，跟住喺1961年。美爹放咗個導彈喺土耳其，對住蘇聯嘅方向喎。咁喺1962年，蘇聯就放翻一個導彈喺古巴，對翻美爹咯。咁呢個就係著名嘅古巴飛彈危機啦，導致咗古巴被成個西方制裁咗超過半個世紀，而家都仲未解封，任何人都唔可以同佢做生意。嗱，喺1909年嘅尼加拉瓜。當時嘅總統想同德國或者日本合作，興建一條穿越尼加拉瓜嘅新運河。咁美爹梗係唔肯過你啦，唔可以有其他國家進入美洲噶，呢個係叫做門羅主義啊。於是咪入侵一下教訓你咯。直到1933年先離開尼加拉瓜。咁到咗今時今日，美爹同尼加拉瓜係不和嘅，話佢嘅領導人 Ortega 係獨裁喎。咁尼加拉瓜應該係特尼普要搞嘅下個對象啦。嗱，喺1916至到1924年，美爹佔領咗多明尼加。到咗今時今日，之前馬杜羅嘅2架飛機喺多明尼加嗰度整緊，美爹就係前往多明尼加嗰度扣押嘅，可以自出自入嘅。咁嚟到咗二戰結束，1945年美爹殖民咗西德，直到1955年。德國算係脫咗籍啦，但係條件要加入北約，繼續 under 美爹。到咗今時今日，德國有美爹喺歐洲最大嘅軍事基地。嗱，喺1945年9月2號，日本正式投降，以美國為首嘅同盟軍佔領咗日本嘅軍事設施，展開咗唔同種族嘅父子關係。跟住喺1952年嘅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，美爹表面歸還咗日本嘅主權，但其實美爹係俾咗日本另外一份美日安保條約簽署，合法駐兵喺日本。咁一個願打就一個願挨嘅。咁既然街市祖苗同埋小泉放肆郎唔肯跪低認錯，咁中國咪打你上5寸下5寸咯，禁止出口1030項嘅兩用物項。兩用物項就係軍用同埋民用都用到嘅物料，例如禁止出口包括稀土嘅加工設備、核材料、
可用於化學武器嘅化學品、先進芯片、加工芯片嘅設備、軍用級嘅電腦系統、加密通訊系統、衛星通訊、量子通訊、軍用導航系統嘅零件、設備、軟件，仲有製造潛艇、火箭、航天器等等嘅相關材料、技術、服務等等各式各樣嘅嘢啊！哇，1030條禁項，街市早苗成晚都讀唔晒啦。而且啲禁項無上限，每日都可以加幾條落去㗎，睇你仲用乜鬼嘢整武器。而且中國仲唔俾第三方轉讓俾日本，中國係有辦法追查到你嘅。嗱，既然中國出得依招，禁止出口嘅，一定都係中國喺全球擁有獨市嘅供應權。哎呀，中國人都有今日啦，科技同埋軍事技術遙遙領先啊！嗱，喺1945年，美爹同樣殖民咗南韓。咁到咗2016年，南韓聽美爹講啊，放咗薩德導彈系統對住中國。而喺監倉入邊踎緊嘅尹錫悅，亦從來都冇訪問過隔離屋中國。中韓10年嚟唔暖唔熱，因為冇韓流到訪啊嘛。咁喺2026年一開始，李在明就終於到訪中國啦。嗱，喺1953年，伊朗嘅時任總統摩薩台要從英國手上攞返石油嘅擁有權，當時候伊朗國會亦一致通過咗呢個決定。咁英國梗係即刻通知美爹啦，話自己俾人欺負啊！果然好快，摩薩台即刻俾人推翻咗入獄，罪名係共匪。邊鬼個叫你國有化自己伊朗嘅石油啊？然後英美扶植咗極度親西方嘅巴列維王朝，引致咗之後宗教精神領袖霍梅尼嘅崛起。而之後從90年代開始，伊朗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阿富汗到而家嘅中東亂局，為咗宗教、為咗石油、為咗報仇，都亂成一鑊泡啊！嗱，喺2024年，敘利亞變天，係美爹加埋魷魚佬同埋土耳其三方合作搞冧敘利亞。一個要開創大魷魚國嘅版圖，敘利亞就要被蠶食。第二係土耳其要恢復鄂圖曼帝國嘅版圖，咁美爹話 OK 㗎，自己仲可以方便繼續偷油添。嗱，喺2026年，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被美爹跨越國境逮捕，美爹嘅國會、聯合國、國際法形同虛設。喺1970年，聯合國通過咗國際法原則宣言，第一條，各國不得侵犯其他國家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；第三條，禁止干涉他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。仲有，英國銀行凍結咗委內瑞拉嘅金條，瑞士銀行亦凍結咗任何有關馬杜羅嘅資產。佢哋唔係話有司法制度嘅咩？嗱，美洲歷史總係不斷咁重複自己。喺1492年，西班牙開始殖民咗成個美洲。當時候美洲一直與世隔絕，冇工業化，全民部落化生活。所以當西班牙人帶住啲火槍大炮嚟到美洲，就算拉美人極力反抗，亦反抗唔到。18個美洲國家都被同化咗，全部講西班牙文。雖然佢哋從1800年左右逐漸趕走咗西班牙人，但就變成咗係美爹夾住佢哋。拉美人至今冇自己嘅科技，貧窮亦令到教育唔夠頂尖，金融體系喺人哋嘅手上。縱使擁有世界上極好嘅自然資源同埋農畜業，到咗2026年，500年之後都係任由西方魚肉。佢哋被殖民、反抗、游擊、背叛，又再不斷輪迴，被殖民、反抗、游擊、背叛，仲有加埋同毒梟、暴力、浪漫、靚女、歌舞共生共存，呢個就係拉美嘅世界啦。Well， 今年世界盃，拉美國家會喺美爹嘅土地上邊奮戰到底。我敢肯定，場內一定有人揸支持委內瑞拉嘅標語。哎呀，萬一拉美國家贏咗世界盃，特尼普會唔會話呢個國家嘅球員喺度入侵緊㗎？好啦，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傾啊，拜拜。